因为立法院的联席会议排案审查 NCC 组织法，邀请主委陈耀雄来备询，算是引起南北立委的不满。会议才开始拄无10分钟就起冲突，南北是搁提案提出临时提案，因为陈耀雄破坏现前的体制，爱甲伊送监察院。虽然民进党团反对，也搁在野党的人数较侪，尾也是有表决通过。立法院司法交通联席委员会排审 NCC 组织法。邀请主委陈耀雄备询，民进党立委黄国昌开始质询无到10分钟，双方就起配面。这个叫行政书，提供资料什么不是行政书 ？NCC 跟立法院对干，这个资料我们让委员通过啊。今天让大家看到什么？NCC 哪来的合意志啊？因为不满陈耀雄的态度，在台卡的国民党立委谢龙介是去甲邓伊邓道大声咧。民进党立委林国成甚至爬起来就要冲过，民进党立委是赶紧甲砸落来，然后调委吴宗宪嘛赶紧出来斗排解。出力去，滚出去！你在干什么？啊！大家停下来。南北立委会遮尔心公会道，是因为立法院镜电视调阅小组进前要调相关的文件，不过去 NCC 拒绝，讲希望先理清敢有符合法定的程序。要调阅资料也依照程序嘛，我们给资料也是依照程序嘛。针对陈耀雄的讲法是无度接受，南北提出临时提案，讲陈耀雄破坏宪政体制，应该大力谴责，移送监察院。虽然民进党团反对，不过在南北人数的优势之下，也是表决通过。另外，在野党嘛对行政院前一天公布的 NCC 委员提名人选有意见，因为主委这个位是按算甲目前的副主委洪标忠升起来，也有包括台师大教授陈炳宏、世新大学助理教授罗慧文、NCC 北大事业管理处长詹义莲。这个提名这4位啊，过的几率不高，不通过以后你就继续做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没有这回事。陈耀雄回应讲，提名权是行政院长的权力 ，NCC 是表示尊重。然后伊认为讲，这4个人拢真专业，嘛强调伊任期满了后，就当去好好教册。就算新的委员提名无过关，伊嘛袂阁继续做这个职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